同在不同的地方，在同一个时间一起来敬拜上帝。感谢你垂听我们的祷告，愿荣耀归给主，奉耶稣基督的圣名。Amen。那姐妹，让我们预备心来敬拜上帝。住在神殿中，普天下的人，在主面前都应当肃静。肃静，应当肃静。阿门。耶和华，求你侧耳应允我，因我是困苦穷乏的。求你保存我的性命，因我是虔诚人。我的上帝啊，求你拯救这倚靠你的仆人。主啊，求你怜悯我，因我终日求告你。我们一起低头祷告。亲爱的天父，感谢你带领我们来到你的圣殿前，愿我的心灵因你的同在而得到更新。求你使我们单单的仰望你，卸下世上的忧虑、繁忙与重担，专注在此刻敬拜你。主啊，求你开启我的耳，能听见你的声音；打开我的心，能接受你的话语；坚固我的信心，使我行在你的旨意中。愿今天的敬拜成为馨香的祭，蒙你悦纳，荣耀归于你。我们这样祷告，奉主耶稣基督的名求 ，Amen。接下来我们来诗歌敬拜。今天的诗歌是歌颂父伟大全能，在新灵粮诗选的第71首。我们唱1到3节。会众请起立。歌颂父神伟大全能，创造群山高峰，扩展海洋辽阔无边，布置万里晴空。歌颂父神智慧安排，白天太阳光照，黑夜请回听他名。
命令，群心顺服山摇。歌颂上主，无限美善，使地草产丰润。他用言语造出万民，被他称为美好。上主所造无不奇妙，到处可以看见。大地风光，天空奇观，正主大能无边。一朵小花，一棵小树，皆献上主荣荣。黑云漫步，暴风吹起，都听宝座命令。万物齐唱，主的生命，父神庇佑眷顾。天父子民，无论何处，父神都必有福。我们仍然站立，我们一起同诵使徒信经，请。我信上帝，全能的父，创造天地的主。我信我主耶稣基督，上帝的独生子，因圣灵感孕，由童贞女玛利亚所生，在本丢比拉多手下受难，被钉于十字架，受死，埋葬，降下阴间，第3天从死人中复活，升天，坐在全能父上帝的右边，将来必从那里降临，审判活人死人。我信圣灵，我信圣而公之教会，我信圣徒相通，我信罪得赦免，我信身体的复活，我信永生。阿们。荣耀颂。但愿荣耀归于父子圣灵，父子圣灵。起初这样，现在这样，以后也这样，永无穷尽。阿门。阿门。会众请坐。接下来，我们一起来恭诵起应文，在诗篇第71篇1至6节，旧约的598页。接下来由我来念白色章节，会众印黄色章节。诗篇第71篇1到6节：耶和华啊，我投靠你，求你叫我永不羞愧，求你凭你的公义搭救我，救拔我。侧耳听我，拯救我。求你做我常住的磐石。你已经命定要救我，因为你是我的岩石，我的山寨。我的上帝啊，求你救我脱离恶人的手，脱离不义和残暴之人的手。主耶和华啊，你是我所盼望的。从我年幼，你是我所依靠的。我从出母胎被你扶持，使我出母腹的是你。一起，我必常常赞美你。接下来公祷，我们一起为社会、国家祷告。现在天父，我们为东欧国家阿尔巴尼亚祷告，愿基督信仰能进入生活文化中，国家百姓能更认识基督信仰祷告。我们为台湾卫理公会北一教区华恩堂李信正牧师为教会奉献充足，教会在当地更加得人，牧者同工身心健康祷告。我们为今年暑假后升级新学期及新
学校的儿童及青少年祷告，愿主赐他们新的展望和学习。我们为所有老师、教导者求主赐予他们智慧与力量，帮助他们教导学生，并塑造他们的品格。也求主保守所有的老师的家庭，让他们在家人和朋友的爱中得到支持和力量。我们一起用主祷文作为我们的祷告。我们在天上的父，愿人都尊你的名为圣。愿你的国降临，愿你的旨意行在地上，如同行在天上。我们日用的饮食，今日赐给我们，免我们的债，如同我们免了人的债，不叫我们遇见试探，救我们脱离凶恶。因为国度、权柄、荣耀，全是你的，直到永远。阿们。接下来圣道里，我们请高嘉景姐妹为我们恭读。今天的第一处经课在旧约耶利米书1章4到10节，教会圣经829页。耶利米说：“耶和华的话临到我说，我未将你造在腹中，我已晓得你；你未出母胎，我已分别你为圣。我已派你做列国的先知。”我就说：“主耶和华，我不知怎样说，因为我是年幼的。”耶和华对我说：“你不要说我是年幼的，因为我差遣你到谁那里去，你都要去。我吩咐你说什么话，你都要说。你不要惧怕他们，因为我与你同在，要拯救你。”这是耶和华说的。于是耶和华伸手按我的口，对我说：“我已将当说的话传给你。看哪，我今日立你在列邦列国之上，我要施行拔出、拆毁、毁坏、倾覆，又要建立、栽植。”第二处经课在新约希伯来书12章18到29节，教会圣经250页。你们原不是来到那能摸的山，此山有火焰、密云、黑暗、暴风、角声与说话的声音。那些听见这声音的，都求不要再向他们说话，因为他们当不起所命他们的话说。靠近这山的，即便是走兽，也要用石头打死。所见的极其可怕，甚至摩西说：“我甚是恐惧战惊。”你们乃是来到锡安山，永生上帝的城邑，就是天上的耶路撒冷。那里有千万的天使，有名录在天上诸长子之会所共聚的总会，有审判众人的上帝和被成全之义人的灵魂，并新约的中保耶稣，以及所洒的血。这血所说的，比亚伯的血所说的更美。你们总要谨慎，不可弃绝那向你们说话的，因为那些弃绝在地上警戒他们的，尚且不能逃罪，何况我们违背那从天上警戒我们的呢？当时他的声音震动了地，但如今他应许说：“再一次，我不但要震动地，还要震动天。”这再一次的话，是指明被震动的，就是受造之物都要挪去，使那不被震动的长存。所以，我们既得了不能震动的国，就当感恩，照上帝所喜悦的，用虔诚敬畏的心侍奉上帝，因为我们的上帝乃是烈火。以上是上帝的圣训。今天读经的出处是路加福音13章10到17节，由我来攻读。路加福音13 10到17节，安息日，耶稣在会堂里教训人，有一个女人被鬼附着，
病了18年，腰弯的一点直不起来。耶稣看见，便叫他来，对他说：“女人，你脱离这病了。”于是用2只手按着他，他立刻直起腰来，就归荣耀与上帝。管会堂的因为耶稣在安息日治病，就气愤愤地对众人说：“有6日应当做工，那6日之内可以来求医，在安息日却不可。”主说：“假冒为善的人啊，难道你们个人在安息日不解开槽上的牛驴牵去饮吗？况且这女人本是亚伯拉罕的后裔，被撒旦捆绑了这18年，不当在安息日解开她的绑吗？”耶稣说这话，他的敌人都惭愧了。众人因他所行一切荣耀的事，就欢喜了。以上是神的话。接下来，我们请诗班为我们献诗。怎能叫我不爱主？我们请诗班。
谢谢诗班美妙的歌声，愿一切荣耀颂赞归于我们的主。怎能叫我不爱主？他这样爱我。愿这歌词成为我们不论在高山在低谷，成为我们随时的帮助。接下来我们请我们本堂的陈伟文牧师为我们证道，孰重孰轻，他说了算。我们请陈牧师。谢谢我们的诗会帮我们做了一个很好的诠释。怎能叫我不爱主？亲爱的弟兄姐妹，有一个德国的一个莫拉维亚弟兄会的一个弟兄叫钦陈多夫，他曾经这样说：主为我舍命，我为主舍了什么？主为我舍命，我为主舍什么？亲爱的弟兄姐妹，我们的主爱我们到这样的一个程度，他爱我们，为我们舍命，那我们为他舍什么？有时候我们常常跟上帝很计较一些事情，主为我们舍命，但是我们可能在看电视的时候，我们放不下那个遥控器。有时候我们说，礼拜天我想要多睡一下，礼拜天太早来做礼拜不行，这个影响我的睡眠。主为我舍命，我为主舍了什么？上帝帮助我们，让我们看到耶稣这样的爱我们，而我们给他的是什么呢？愿上帝来带领。我不晓得弟兄姐妹，我们昨天或许有很多人去投票了也许也有人不投或者是你的投票的倾向是什么？无论是什么，求主帮助我们，让我们可以看到，其实不管是选举或是罢免，或者是这些的公投，暂时的，但是我们要常常去寻求那个存到永远的。圣经里面告诉我们说，我们是君尊的祭司，是圣洁的国度，是荣耀的子民，是上帝荣耀的子民。所以请弟兄姐妹，我们要常常举起圣洁的手，为我们所在的土地，为我们所在的国家，为我们所在的百姓，为我们所在的城市祷告。举起你圣洁的手，为百姓祷告，为人民祷告，为土地祷告。但是不要举起圣洁的手去打人，或是举起你的口去骂人，不要举起你的这些的言语去伤害人。上帝帮助我们，让我们能够用我们的口来说赞美的话，肯定的言语，用我们的手来举手祷告。上帝祝福我们，让我们能够常常来祝福我们的百姓，能够蒙恩，愿上帝来带领。先问大家一个问题，就是亲爱的弟兄姐妹，我不晓得大家你喜欢这个说好话的人，还是存好心的人啊？好，要请大家看一下这个图有看到这个两个差别吗？有没有？哇，这个讲好话的人这边排很多人，对不对？这个存好心的人没有人要理他，为什么？因为搞不好他不会讲话，他讲的话不好听。他可能常常讲一些让人家不中听的话。好，各位有没有听过我们华人常常讲一句话叫什么？刀子嘴，豆腐心，对不对？好，可是各位你知道，其实有时候那个刀子嘴，那个刀恐怕就很容易伤到人了。即使你的心像豆腐一样，但是你那个刀可能就会伤到人了。好，所以有时候我们会觉得，我是好心的，我是好意的，为什么人家不了解我？为什么人家不接受我？有时候搞不好是我们少了一点点说好话的这样的一个方式。求主带领我们。当然我不是说好话就一定好，因为有很多人台语叫做一支嘴好绿绿但是呢，亲爱的弟兄姐妹，让我们不是只有存着好的心，让我们也能够有说好的话，让我们无论是说好的话，或是心里面是好的良善的，让我们这两者能够合一。圣经里面也给我们提醒什么？人若得生命，愿享美福，就要禁止你的舌头不出恶言，嘴唇不说诡诈的话。所以亲爱的弟兄姐妹，上帝帮助我们，你有一颗好的心，但是要求主给我们也有好的嘴，能够讲出赞美肯定的话。愿上帝来带领我们，一起举起圣经来祷告。愿上帝的话成为我们的帮助和力量，让上帝的话进入我们的心中，成为我们的帮助。如果你没有带圣经没有关系，我们的这个椅子前面有。那如果再没有的话，你可以举起你的手机，但是手机不要放在 LINE 上面不要放在游戏上，请你放在你的圣经的软体上
好，我们一起举起圣经来祷告，我们一起念经。这是我的圣经，他说我是谁，我就是谁；他说我拥有就拥有，他说我可以就可以。今天神的话要来教导我，我诚心悔改，我心里警醒，我灵谦卑受教，我就不再一样。奉主耶稣基督的圣名，阿们。虽然我们说要有这样的一个好的态度、好的心要说好的话，但是其实不是所有的人都可以接纳我们的。我们没有办法让所有的人都喜欢我们，但是我们要求上帝帮助我们，让我们能够寻求上帝的喜欢就好了。但是如果没有人喜欢我们的时候，也要接受这个事实因为毕竟我们是人，我们不是钞票。听得懂意思吗？我们不是钱所以每个人都爱钱，每个人都喜欢钱，但是不一定我们会被人家喜爱。好，这个书是有一位作者，大家应该有可能认识有一个叫施以诺的弟兄，他写的一个段落，他说：你无法让每一个人都喜欢你，毕竟你是人，不是钞票所以即使有人不喜欢你，有人讨厌你，但是也不要因为这样的缘故，然后就灰心失望。因为我们已经尽力了就好了。很多人都喜欢要让所有的人能够爱他、喜欢他，其实不见得需要这样。有时候，如果我们要人家喜欢，或许有一些东西变成要妥协，而那个妥协有可能会侵犯到你的信仰，或甚至是你的一个你所坚持的一些的事情。所以不见得每个人都喜欢你，但是你要能够学习一件事情是，即使我有被讨厌的时候，我也要有被讨厌的勇气。求主给我们，让我们有被讨厌的勇气好，为什么前面要铺陈这么多？是因为耶稣也常常被讨厌。为什么？昨天我们在上律本门徒的时候，有一个弟兄他就问这个问题，他说：为什么这个很多人都不喜欢耶稣？耶稣不是很好吗？为什么很多人不喜欢耶稣呢？因为耶稣也常常去骂人。耶稣也常常去指责别人的问题，耶稣也常常去指出别人的错误，所以当然很多人是不喜欢的。特别耶稣很喜欢挑战什么？在人家认为应该要遵守的这些的规定上面，他通常都去破人家的一些的这样的一些的规定当然我不是告诉大家说你要去破人家的规定，不是而是孰轻孰重，什么应该是要看重的，什么是不需要那么样的严格的。好，先跟大家来介绍这个日子，这个叫做 Shabbat 叫做安息日好，我们来看一下，在圣经里面，其实安息日是一个很重要的时刻。为什么？十诫里面有一个诫命说，当纪念安息日，守为圣日，对不对？好，我们来看一下这一节的出处，出埃及记20章10节的地方。如果可以，我们一起念一下这一节圣经。好，我们一起念来。但第7日是向耶和华你上帝当守的安息日，这一日，你和你的儿女、仆婢、牲畜，并你城里寄居的客旅，无论何工都不可做。好，亲爱的弟兄姐妹，当你读到这段圣经的时候，如果假设你现在以我们现在人的眼光来看，你觉得这个日子好不好？当然好啊。工作6天，有1天可以休息，第7天可以休息，不是很好吗？有没有听过冠老板？有没有？冠老板让你1个礼拜14天到14天都不休息，最后1天才给你放假。很多人都不喜欢这样，为什么？因为我的假日你就应该要给人家休息，所以安息日应该是一个神圣的日子。各位知道英文里面 holiday 知道吗？假日叫做 holiday， 对不对？好，所以它是什么 holiday？ 它是一个神圣的日子，所以你的假日是神圣的，亲爱的弟兄姐妹，你的假日是神圣的。所以为什么常常有人说，请老板不要在礼拜天或是休息日的时候传讯息来，因为你需要让别人可以休息安静的时刻。可是我要跟大家认罪道歉因为我们的干事在这个休假日的时候，我们干事有休息日我有时候急的时候，我也常常会写那个讯息给他说，你要处理什么事情，真的是很抱歉。但是呢，
通常我都会附注了等你上班的时候再来处理就好了所以其实安息日是要做什么？让人全然的休息的。各位，在生命记里面有另外一处也是讲十诫里面，他那一段经文里面讲安息日，后面多加了一句，在这一段的后面多加一句，他说什么？让他们像你一样在安息日休息。所以你要休息吗？要。那别人要不要休息？也要休息。所以尊重别人的休息日是很重要的。跟大家讲一个实际的案例千万不要这样学以前我在台北在台北卫理堂就是助理协理牧会的时候，我的主任牧师常常站在台上骂人，然后呢在台下也骂人，骂什么？骂我们这些传道人。他说：“你们这些传道人都不用心牧会。哎呀，你看我一个礼拜7天，我每天都来上班，我都没有休息。我一个礼拜7天，我都是工作日。讲得我们好羞愧传道人怎么可以休息呢？传道人应该每天要忙，跟小蜜蜂一样可是，亲爱的弟兄姐妹，我的主任牧师什么时候休息？知道吗？生病了，倒了，然后一次休几天？休7天。周间都不要休息都不要休息好，但是一次倒了就休个7天然后呢，这个工作他没有办法决定，就托给谁？就托给我了，因为我是老二，所以他都托给我了。好，所以亲爱的弟兄姐妹，不休息会让人什么？身心都疲乏了。而安息日是让人得到释放的，但是呢，这一天在以色列人来说，却反而变成一个恐怖的一天。为什么？因为安息日本来是要让人得释放的，但是却变成一个很严肃的日子。我们来看一下今天发生了什么样的事情。我们来看一下这个，在今天的耶稣在会堂里面，这个会堂耶稣去讲道的时候，这个礼拜堂耶稣去讲道的时候，他看到有一个妇人，他是这个刚刚我们在台语堂叫做温姑温姑听得懂意思吗？就是驼背的，就是驼背的或者是他有可能是脊椎侧弯的。这个人他18年了，他在这个礼拜堂，他可能聚会了18年，都在这个礼拜堂，但是他没有得到好，他没有得到医治。耶稣来讲道的时候，看到他的时候，我们来看一下耶稣跟他说什么。12节，我们一起来念一下12节，一起念来。耶稣看见，便叫他过来，对他说：“女人，你脱离这病了。”亲爱的弟兄姐妹，好不好？好啊！牧师来为会友祷告，牧师来为病人祷告，让这个人可以脱离这个灾病，真好。所以在这边要顺道跟大家讲一件事情是，亲爱的弟兄姐妹，上帝有时候透过我们做奇妙的事，千万不要以为只有牧师可以做这个事情，有时候我们也可以成为这样的一个服侍者，去服侍别人，当人有需要的时候因为医病的恩赐、医治的恩赐是从上帝来的，不是从人来的。我曾经跟大家讲过一个例子就是以前我在马祖的时候，我们在外岛，其实有好几个外岛，各位知道吗？在马祖的外岛有好几个，除了北竿，我们还有莒光，还有东引这几个岛屿。好，那有一次因为我去莒光岛讲道，去西莒讲道，那时候有一个礼拜堂在西莒。好，那时候我们也是对一些阿兵哥在那边讲道，讲完了，好我们就是去这个叫做要去吃爱宴、吃午餐。就在礼拜堂的隔壁而已，一个餐厅。那这个餐厅呢，有一个帮忙这个端菜的一个阿嬷，好，她去端菜要给我们的时候，突然间她不能动了，整个身体僵硬，不能动。哎呀，这个在那个当下要怎么处理呢？我曾经跟大家讲过说，我其实心里面很挫，为什么？因为医生要礼拜1才会有医生从南竿岛搭船来这个西莒，好，所以其实是没有人可以帮助他。你知道人定在那边你动也动不了，然后又不能躺，也不能做什么，好，然后只能够让他稍微坐下来这样子，好，然后呢，我所谓的很挫就是，那时候就是大概鼓起一点勇气然后来告诉这个老妈妈说，
老妈妈，我是教会的牧师啊，我为你祷告，然后希望明天医生早一点来，然后来帮助你医治你哈。好，然后我就壮着胆，然后为他祷告。你知道，因为那边他不是信主的嘛，你要为别人祷告，也要经过人家同意啊。好，然后为他祷告，对不对？祷告完之后，他居然好了，他居然可以动了，他居然可以伸缩了，而且还端着菜给我们吃。哇，好感动哦！上帝啊，你真是太奇妙、伟大的作为哇！然后，可是各位知道吗？千万不要太骄傲。为什么？因为恩赐，刚刚讲的恩赐是上帝给的，所以那时候我就想说，如法炮制一下啊！因为我那时候搭船回南竿，然后，我就想说，这个上帝搞不好给我有医治的恩赐，我会不会可以去到那个医院里面哈？去为这个病患祷告，去为会友祷告，他们生病，我为他祷告，他搞不好就得到医治了。哇，太好了，好像归荣耀给上帝，对不对？其实有时候是想要归荣耀给好，然后呢，就去为病人祷告，为我的一个会友在病房里面祷告，祷告完没有感觉啊，他没有什么样的。好像没有什么感觉，也没有得到医治、恢复都没有，还是照样生他的病，然后医生要去医治他，是出了什么问题吗？哦，原来不是出什么问题，是恩赐是上帝给的，不是你自己的。所以，亲爱的弟兄姐妹，要记得一件事情是：你可以为病患祷告，但是让他可以得到恢复跟医治是谁的工作？是上帝的。因为他祷告就好了，但是医治是上帝的工作，所以有一个牧师这样讲，他说：医治是上帝的工作，但是为病人祷告、为病患祷告是我的责任。这样可以了解意思吗？亲爱的弟兄姐妹，你可以为别人祷告，你可以为病患祷告，但是要不要得医治是上帝的工作。但是我们可以想见，这个女人她已经来这个礼拜堂聚会了18年。不晓得有没有人会去注意到他？有没有人跟他一起祷告？有没有人会去安慰他、鼓励他？有没有人会去让他觉得，我是被尊重的？你知道，以前古代的女性是很被压抑的，可能她不能坐在礼拜堂的前面，她可能要坐在咔咔角，而且尤其她又是身体有状况的，有可能她都一直是窝在礼拜堂的后边的地方，从来没有人注意到她。亲爱的弟兄姐妹，牧师要鼓励大家一件事情啊，因为有一些弟兄姐妹会跟牧师说：“牧师，那个人好像是我们的会友，那个人好像是我们教会的人，可是我从来没有跟他讲过话，好像是啊，好像是我们的会友，常常看到他，可是我从来没有跟他讲过话。”亲爱的弟兄姐妹，好不好？趁着我们还有半年的时间，如果你还从来没有去跟某一个你看过做礼拜来看过的人，但是你从来没有跟他讲过话的，能不能我们花一点时间跟他问候一下 ，say 个 hi 或是 hello， 你好吗？好，我是谁？介绍一下自己，让他跟你有认识。你知道，有的时候很多教会礼拜堂很大，当然我们不是大到这种程度，我们还可以在这边做礼拜完结束的时候，还可以握手问安，对不对？我们还可以彼此能够有点认识。你知道，有很多人甚至不晓得啊，原来你是我们教会的人呐，不知道啊。所以留心注意他人的需要，用基督的爱伸出援手。亲爱的弟兄姐妹，当你看到教会里面有人有需要的时候，我们能不能够伸出手去安慰人，去帮助人？很多人都觉得好像是牧师祷告比较有功效，其实不是的。亲爱的弟兄姐妹，牧师可以祷告，但是有很多弟兄姐妹，你也可以做这样的服事。上帝呼召我们成为君尊的祭司，是圣洁的国度，是上帝荣耀的子民。我们都有祭司的身份，我们可以为别人祷告的。当你为别人祷告的时候，你就是已经在做祭司的职分跟角色。所以记得刚刚讲的，祷告是我们的责任，但是医不医治是上帝的工作。所以不要把别人有没有医治变成是我的压力，变成是自己的压力，不需要。你需要做一件事情，就是为我的关心的人祷告。有人说：“牧师，我不会啊，哎呀，我什么服事我都不会。”我们可以祷告。
有一个阿嬷，以前我在嘉义牧会的时候，有一个阿嬷，她是有帕金森的，她连做礼拜有时候都很难，必须要礼拜天，如果她的孩子有机会把她送来，她才可以来做礼拜。但是她在家里面做一件事情，她都在家里面坐在她的摇椅上，然后为她的家人每一天为他们祷告。他的家里面孩子都是基督徒，他的儿子是基督徒，孙子也是。但是他们需要祷告的时候，他的孙子跑来跟阿嬷说：“阿嬷，我今天要考驾照了，你可以为我祷告吗？”这个阿嬷他就说：“好，我为你祷告。”他就今天整天来为他这个孙子能够考上驾照来祷告。亲爱的弟兄姐妹，不要说没有恩赐，不要说你没有办法做些什么，我们可以祷告。你说我连祷告都不会，我们可以关心，关心也是一个祷告。哎呀，上帝啊，为我的孩子祷告，为我的孙子祷告，为我的儿女祷告。哎呀，他今天工作很累，他今天工作很多，要为他祷告，身体健康。我们可以为别人祷告的。这个妇人18年了，耶稣来带来恢复跟医治在他身上。我们来看一下13节的地方，我们一起来念一下13节，一起念来。于是用2只手按着他，他立刻直起腰来，就归荣耀与上帝。好，耶稣来医治这个18年的妇人，让他可以得到恢复跟医治。这里提到按手，这里提到按手，耶稣按手在他的身上。我不知道各位，如果你看到这段经文的时候，你的感受会是什么？或许这个妇人没有人敢碰她，哎呀，她是挑骨，她是这个脊椎侧弯的，她是连站都站不起来，也许没有人敢碰她。但是耶稣用手按着她，当然千万不要为了这样的缘故，所以随便去按手在人家身上，千万不要哦。亲爱的弟兄姐妹，牧师还是要教导你们。所以各位，为什么今天等一下结束的时候要上关怀探访训练研习会？因为我们要知道怎么去探访跟关心人。如果你按错了，他是不能按的，哎，这个就要小心了啊。还有，不要去随便按异性的身体啊，这个一定要先提醒的。好，所以耶稣按着他，让他可以得到恢复医治。圣经里面说他直起腰来，他好了，本来是应该要高兴的事情，各位。应该要高兴的事情，但是有人不高兴了。我们来看一下14节的地方哈，谁不高兴？我们来看一下14节的地方，我们一起来念一下14节啊，一起念来。管会堂的因为耶稣在安息日治病，就气愤愤的对众人说：有6日应当做工，那6日之内可以来求医，在安息日却不可。好，亲爱的弟兄姐妹，这个管会堂的这个传道人，他有没有讲错话？没有啊，这个话很正常，对不对？安息日不可以治病，安息日不可以做工嘛，对不对？好，所以这一个管会堂的人，他有没有说错话？没有。6日应当做工，6日之内可以来求医，在安息日是不可以的。好，规定是这样。亲爱的弟兄姐妹，牧师要跟大家讲一件事情啊。有一位曾经在伊甸基金会工作的一个不是执行长，他是区长。他曾经讲过一句话，到现在我都还记在心里。他说什么？他说：“爱是比对的事多一点点。”听得懂意思吗？爱比对的事多一点点。什么叫爱比对的事多一点点？他举了例子，他说，因为他们是社工，他说我早上8点上班，下午5点下班。请问这是不是对的事情？对吗？我们早上8点上班，下午5点下班，是不是对的事情？当然对啊，时间上我没有做错事情，5点钟就应该下班。可是，亲爱的弟兄姐妹，因为他是一个社工，他说，当我下班的时候，我关心的那个案家，他们家里的人可能要晚上，可能5、6点，甚至7、8点以后，他才会回到家里面。如果我今天我5点就下班了，我永远碰不到这个家里的人，我永远没有办法关心到这个家里的人，因为小朋友去上学，然后大人去工作，他们可能要5、6点、7、8点以后才会回到家里的。
所以我应该做什么呢？这一个社工他说，我就愿意自动的加班到5、6点的时候，7、8点的时候，我去到他的家里面去探访他。这是在我工作时间以外的时间，我去探访他，我能够关心到他。亲爱的弟兄姐妹，这个姐妹她没有申请任何的加班费，她说，因为我需要看到我这个案主案家，所以我需要去在那个时间多去关心他。他愿意自动的愿意加班到那个时间点，然后去探访关心这个家庭。所以爱是比对的事情多一点点。亲爱的弟兄姐妹，你早上上班，下午下班是对的，可是你愿意再多花一些时间去关心别人，去体贴别人，去了解别人，去愿意跟别人来做一些的服事的时候，你比对的事情多一点点。所以耶稣在提醒一件事情是：人重要还是事情规定重要？我们来看一下路加福音的6章5节的地方，我们一起来念一下6章5节，一起念来。人子是安息日的主。亲爱的弟兄姐妹，人子是安息日的主，但是另外一个翻译是什么？人才是安息日当中最重要的。安息日的规定重不重要？重要。但是安息日当中最重要的是什么？是人。耶稣说，安息日是为人设立的，人不是为安息日设立的。跟大家讲一个很奇妙的事情，各位知道这个圣经里面创世纪，各位如果看创世纪的话，上帝工作6天，对不对？第7天他安息。可是各位知道人是第几天被造的，知道吗？人是第几天被造的，知道吗？第6天嘛，对不对？所以人被造出来，他的隔天是什么？休息日。上帝工作6天，第7天安息，对不对？可是人的第1天是什么？休息日啊。所以人的休息很重要啊。亲爱的弟兄姐妹，人休息很重要。那一天休息的那一天，我们在服侍人的时候，其实也同时在服侍上帝。很多人以为说我在教会做礼拜，我来服侍人，其实我们不是只有在服侍人而已，我们同时也在服侍上帝。耶稣说，诫命中第一且是最大的是什么？你要尽心尽性尽力尽意爱主你的上帝。其次也相仿，叫做要爱人如己。所以当那个相仿的意思就是，当你用爱人如己，当你去爱人的时候，你同时也在进行做爱上帝的服事。所以亲爱的弟兄姐妹，人子是安息日的主，所以上帝不是只要我们忠心啊，请记得我们可能很会做基督徒，来做礼拜的时候带圣诗、带圣经、带这个诗歌本来啊，我们很敬拜上帝，但是有时候我们跟人是忽略的。我们跟人是没有关系的，我们跟人是轻忽的。刚刚有跟各位提到一件事情是，我们有没有去看到那个我都没有跟他讲过话，但是我愿意去找时间跟他谈话的这个人？有很多人我们很陌生，有很多人我们不知道。各位知道台语堂里面也是一样，我也鼓励台语堂的弟兄姐妹说，请我们在礼拜堂的时候，如果你看到这个人他是华语堂的，你可能不认识，但是你仍然可以去跟他接触一下，认识一下他是谁。好，所以耶稣用一件事情来做一个解释，为什么他要这样做。我们来看一下15节的地方，我们一起来念一下15节，一起念来。主说，假冒为善的人啊，难道你们个人在安息日不解开槽上的牛驴牵去饮吗？亲爱的弟兄姐妹，确实旧约圣经里面没有这一段话啊。为什么？因为这一段话里面是可以去把它引申的解释。唯一的有一段跟它相近的是什么？圣经里面在摩西的律法里面提到说，如果你的牛驴或是你的牲畜掉进井里的时候，在安息日的时候，你要赶快把它拉上来，你要救它的命，你要救你牲畜的命。所以亲爱的弟兄姐妹，如果你的牲畜这些的牛驴它
他需要喝水的时候，我们也是这样牵他去喝水，因为他需要，这是他的命。所以耶稣用这样的一个比喻来同等的比喻一个事情是，人是不是也应当要在安息日的时候得到恢复跟医治呢？约翰卫斯理曾经这样说：1盎司的爱胜过1磅的知识。亲爱的弟兄姐妹，很多时候我们知识很多，神学知识很多，但是我们连那个1盎司，就是1盎司是多大知道吗？有没有吃过那个哈根达斯？有没有？那个小杯的那个就是1盎司。好，那1磅是比盎司更重的。好，1盎司的爱胜过1磅的知识。亲爱的弟兄姐妹，神学知识很多，但是没有爱，我们的神学是一个空泛的。好，所以耶稣说什么？我们来看一下16节的地方哈，16节的地方，我们一起念一下16节，一起念来。况且这女人本是亚伯拉罕的后裔，被撒旦捆绑了这18年，不当在安息日解开她的绑吗？亲爱的弟兄姐妹，我们应当在安息日让人得释放，不是要在安息日让人更痛苦。各位知道犹太人他们在安息日设很多的规定啊。如果你在以色列的话，如果他们遇到安息日的时候，各位你知道他们的规定是什么？你如果只能走路的话，你只能够走1000步左右的距离，超过1000步以上就是做工了。如果你刚好安息日的时候，如果你开了车的钥匙的时候，你不能关车子，不能够把它停下来。为什么？因为你一停的这个动作就是做工。所以他们的规定很细，很要求很多，所以你动不动也可能就会违反安息日的规定。所以他们安息日尽量都不要做任何事。所以要出去远门的时候要怎么做？公车犹太人不会开，他们都是让那个非犹太人去开公车，或者是计程车，他们去搭计程车的时候，那个让其他不是犹太人的人去开计程车，我们搭车，我们不开车的。他们用很多的规定，让安息日变成是一个压迫跟一个捆绑的日子。然而耶稣却说，安息日应该是让人得释放的。他救我们，把我们脱离黑暗的权势，就是我们进入到他的国度里。亲爱的弟兄姐妹，安息日为人祷告，为人祝福，安息日为别人来服侍，这个是上帝所喜悦的。让这些人进到神的国度里，而不是在捆绑当中。所以耶稣讲这个话的时候，让很多人都心里面很高兴。虽然管会堂的人不高兴，但是耶稣让这些人看到是上帝的作为。所以亲爱的弟兄姐妹，安息日让人得释放得自由。你的安息日有没有让你得释放得自由？你的安息日有没有让别人得释放得自由？上帝帮助我们，让我们能够看到安息日，上帝让人得释放得自由，不是要捆绑人，不是要约束人。当然牧师不是说这样的一个要求或约束不好。比如说有很多人会说，哎呀，我们每天要一定要读多少篇的圣经，每天一定要有多少篇的祷告，每天一定要祷告多久的时间。亲爱的弟兄姐妹，我不是说祷告不重要，或者是读经不重要，不是的，千万不要误会牧师的意思。我每天读圣经祷告，我都照着做，但是读经跟祷告不要变成你的律法，不要变成你的要求，不要变成你的规定。上帝乐意说话，我们就听他的话。上帝乐意让我们与他在一起亲近的时刻，那是好的无比的时刻。让我们能够学习有一个安静的时刻跟上帝亲近，而不是给自己很多的捆绑跟要求。所以在教会里面，牧师从来很少考试的，几乎我上的课从来不考试，几乎了所以要跟大家讲一下我们读圣经祷告不是被逼的，请你要记得，上帝要我们得释放得自由。但是你一天，如果你愿意爱上帝的话，我相信你可能可以一天读好几章的圣经都没有问题，你会乐意的，甚至爱不释手，你的圣经爱不释手。上帝帮助我们，让我们能够学习怎么样来爱上帝跟爱人。上帝透过
他的一个拯救救赎，跟他为我们舍己，他的创造，让我们成为他的产业。所以亲爱的弟兄姐妹，我们每一个人能够来做礼拜，都是上帝很宝贝的宝贵的救赎，让我们可以进到这个礼拜堂里面来。礼拜天我们应当在这里敬拜上帝的时候是喜乐的，是高兴的，不是愁苦的，不是被要求被逼的，是我们爱上帝，也享受上帝的爱。好，看下一页哈，对不起，这个好像已经有点故障了。好，所以真正的服事不是我们有多厉害，而是我们愿意去爱。所以亲爱的弟兄姐妹，刚提到了，如果你有很多人你还不认识他，请记得让我们多一点时间去跟那个从来没有讲过话接触过的弟兄姐妹，我们跟他讲讲话，接触一下。真正的服事不是我们有多厉害，而是我们能够愿意去爱。跟大家分享这个事情，就是跟大家分享上个礼拜曾经有讲过，有一个弟兄，我们是在上个礼拜二去帮他施洗的。这个人他是在病房里面，就是在我们周报上面有一个弟兄，他学生在病房当中为他做这样的决志祷告。在病房里面，这个音乐老师他还是没有信主，他还是心里面很刚硬的。但是我们这个弟兄，他到老师的跟前，然后跟老师说：“老师，你愿意接受耶稣吗？你认识你自己是个罪人吗？你愿不愿意改变你的生命？虽然你可能到生命的尽头，你愿不愿意改变你的生命？”这个弟兄这样问的时候，当然他不是随便这样问的，他真的有圣灵的感动。然后他给这个老师有一个机会，他告诉这个老师说：“你愿意吗？”这个老师他在人生的尽头的时候，他终于愿意。他说：“我知道没有人可以帮助我，只有上帝可以帮我。”所以他在那个当下，他就决定他要来信耶稣。亲爱的弟兄姐妹，他的学生5个学生里面有4个是基督徒，他们常常跟老师传福音，但是老师都还是不接受，直到老师进到病房里面的时候，他才愿意点头的。当我们去探访他的时候，他其实是呈现在昏迷的状态，他只能够很勉强的用点头，用这样的一个方式。昏迷当中，他还是尽力的用他的手，用他的头来点头，来表达他的意愿。所以后来当我们为他施洗之后，很奇妙的，这个弟兄他就清醒了，然后他也很高兴，他说：“我终于得释放，得自由了。”但是过没有多久，这个弟兄就走了。所以亲爱的弟兄姐妹，不要等到那个时间才来认识耶稣，很可惜的。如果他能够早一点，我相信他能够得到的祝福会更多。但是不是要告诉大家说这个可惜，不是，而是把握时间跟机会。也许你的同事、你的老师，也许你身边的人正需要你给他这样的帮助。这个学生他为老师这样这个决志完之后，他马上告诉牧师说：“牧师，可以为我的老师施洗吗？”亲爱的弟兄姐妹，这是一个何等美好的服事！上帝帮助我们能够为一个即将要离开世界的人，能够为他做这样的服事，是很不容易的。所以再次的强调等一下我们结束的时候，请大家能够愿意的话，我们拨时间来上这个关怀探访课程这个一直都在讲这个好，对不起，这个不太听话了好 OK 好，所以我们不是要外表像基督徒，而是我们要更像耶稣基督。当你看到人有需要的时候，我们的态度是什么？我们是否愿意能够像耶稣一样，愿意能够来服侍人，让人得帮助、得祝福？好，为了主多走1里路，求上帝帮助我们，让我们可以多为别人设想，多为别人多考虑。你看到有人有需要的时候，不是等到礼拜天等牧师来为你祷告，不是的。当我们要看到有人有需要的时候，马上我就为你祷告。
很多弟兄姐妹都很喜欢说啊，这个请为我祷告啊，好好好。有时候我们常常会忘记为别人祷告，所以如果可以的话，亲爱的弟兄姐妹，看到别人有需要，当下我们就为他祷告。好，再看下一页，我真的要上面帮我们这个安排了啊。好，第一个，我们今天的经文里面给我们几个提醒。第一个，效法耶稣基督，要扶持帮助软弱的人，所以一有机会就向人能够行善，帮助别人。所以各位知道，做礼拜在英文里面叫 service， 是你在服侍，是服务别人。我们在服侍当中，也在敬拜上帝，在敬拜当中也在服侍别人。所以效法耶稣基督，扶持帮助软弱的人。好，下一页。好，这个世界没有真正的爱，如果能够有爱的话，那就是神的爱充满。所以爱是从上帝来的，不是我们自己给的。我们人的爱是有条件的，但是上帝的爱是没有条件的。当你能够愿意为人付出没有条件的爱的时候，那个爱是从上帝来的。我们看下一页。好，所以以赛亚书里面给我们提醒，他说要是软弱的手坚固，无力的膝能够稳固。当你看到软弱的人的时候，需要帮助的人的时候，让我们不吝啬的为别人祷告，为别人来代求，为别人的需要来祷告。好，再看下一页。好，第二个，效法耶稣基督，要坚持去做对的事情，即使这个事情人家反对，或是人家不喜欢，人家看作不好，但是对的事情仍然要坚持去做。但是另外要跟大家提醒一件事情啊，因为在教会里面，不要做那个叫做假属灵的事情。知道什么叫假属灵？知道吗？哎呀，我没有圣灵的感动，知道这个是意思吗？亲爱的弟兄姐妹，有时候牧师在问说，你愿不愿意参加服事，或是愿不愿意去这个探访病人，或是愿不愿意去帮助人的时候，我没有圣灵的感动。亲爱的弟兄姐妹，我们的会主约翰卫斯理曾经讲什么？他说，如果这是一件对的事情，即使圣灵没有感动你，仍然要坚持的去做。它是对的事情，就应该坚持去做，而不是等圣灵来感动你。但是不要误会牧师的意思啊！不要误会说好像圣灵感动不重要，圣灵感动很重要。但是对的事情，不要等到圣灵感动我才做。无论圣灵有没有感动，对的事情就应当坚持去做。好，看下一页啊。好，所以感觉不好，仍然要做对的事情，即使耶稣被这个管会堂的人给反对，但是他仍然要去做这样的事，因为他看到人的需要，所以感觉不好还是做对的事情啊。好，下一页。所以不管在任何环境里面，上帝仍然是我快乐欢心的理由，不是因为别人高兴或不高兴，而是上帝才是我喜乐的原因。上帝帮助我们，不管人有没有看到，我们仍然是这样服侍的。好，看下一页。所以第三个，效法耶稣基督，爱比对的事情多一点。好，所以今天也许你什么都忘记了，没关系，但是请记得这一件：爱比对的事多一点点，爱比对多一点点。人生少了爱，就只剩下苦涩啊。大概每一天，如果弟兄姐妹来教会的时候，大概每一天都可以品尝到有泡咖啡。虽然我不是咖啡师，我也不是很厉害了啊，我是用机器来泡。当然有很多人会说啊，黑咖啡很苦。对，如果有很多人喜欢的话，可能会加一点糖或者是牛奶。但是亲爱的弟兄姐妹，如果人生没有爱的话，就只剩下苦涩了。所以上帝帮助我们，让我们能够多一点点爱，比对的事情多一点点啊。好，下一页。所以永不放弃希望，仍然常常看到希望。也许我们有很多的孩子，他们还在学习跟努力中，他们还没那么成熟。也许我们很多弟兄姐妹，他们也不那么成熟，但是永不放弃希望，永远给自己跟别人有机会，有这样的希望，抱着这样的希望。好，我们看最后的。我觉得这个话很好的提醒，我们也许不能给人家什么，不能给予温暖，但是至少可以保持善意。求主帮助我们啊！有很多人说啊，别人的需要我帮不了，别人的这个我做不到。虽然我们可能不一定可以给别人多大的温暖，但是我们还是可以保持有善意，对别人的善意。求主给我们有这样的机会，表达我们的善意。
给别人一个关爱的眼神，或者是给他们一个温暖的祷告，都是好的。求主来帮助，让我们不是冰冷的只守规矩规定，而没有那个爱在我们的当中。好，最后要跟大家来结束的这一段，就是上帝看我们是宝贝。当然有很多地方，我们教会里面还有很多不完美跟不完全的地方，但是请弟兄姐妹常常我们为这个地方来祷告，上帝透过我们来弥补很多这些的破碎跟不完美不完全的地方。当你看到教会有很多不完美或不完全的地方的时候，不是只有批评它，让我们可以愿意被上帝使用来补上这个破碎的地方，让我们能够成为上帝所使用的器皿，在需要的地方我们献上自己来补上这样的需要。愿上帝来带领我们，一个美丽的地方需要我们的全人的补上。当我们看到有人有需要的时候，不是等到谁来，而是我愿意来为这个地方祷告，我愿意来服侍这个地方。当我看到这边脏了，这边这个地方有需要整理的，不是等别人来整理，而是我愿意的投入来帮助。上帝帮助我们，让我们能够成为众人的祝福。愿上帝来带领，我们一起来祷告。亲爱的天父，让我们能够成为你所使用的器皿。我们虽然软弱，但你是刚强的；我们虽然不完全，你是完全的；我们虽然没有力量，你却是我们的力量。愿你恩待我们，让我们能够看到别人有需要的时候，使我们能够看到我们能够有这样的责任，在别人的需要上面，我们能够付上我们的祷告，付上我们的善意，付上我们的关心。愿你恩待我们，让教会成为一个温暖的地方，爱比对的事情多一点点，让教会里面充满着爱，不是只有规条规定，而是有爱在我们的当中。感谢你垂听我们的祷告，愿荣耀归给主，奉耶稣基督的圣名，阿们。我们谢谢牧师的正道。爱就是比对的事情再多一点点。每个人可能都会走出你的舒适圈，我们每个人可能会做跟以前不一样的事情。有时候，我们可以早点出门聚会，或是早一点点，或是到教会，跟不认识的人举手打招呼，或是我决定就是今年多一件服饰，或甚至你以前从来没有参加成人主学，但今年我决定我就是要参加了。等我们会请周修老师来做介绍。好，接下来我们会请起立，我们来一起来唱《耶稣恩友》。做前救。
站立，我们请司线同工到台前来，我们一起做奉献的祷告。亲爱的天父，感谢你赐下恩赐给予我们每一位会友，让我们在工作职场成为你的见证，并得了赏赐。我们所有的金钱都是由你而来，我们也因着感谢，将由你而来的金钱献上，成为你的圣工使用，求主赐福。我们这样感谢祷告，奉主耶稣基督的名，阿们。众请起立。请坐。接下来我们要来唱，我们成为一家人。那记得，爱就是什么？要比对的要多一点点。如果你很久没有看到你旁边的朋友，请大家热情的打招呼。好，然后我们等一下唱到副歌，请大家拱手问安。好，我们一起。我们成为一家人，因着耶稣，因着耶稣儿女。我们成为一家人，因着耶稣，因着耶稣，成为神国的子民。因着耶稣的接近，因着耶稣的光明，因着耶稣同享复活的生命，同享生命的喜悦，同在主恩中连接，因着耶稣同受丰盛的产业。让我们一起立，互相问安。因着耶稣成为神儿女，我们成为一家人。因着耶稣，因着耶稣成为神国的子民。因着耶稣的接近，因着耶稣的光明，因着耶稣同享复活的生命。同享生命的喜悦，同在主爱中连接，凭着耶稣同受同存的产业。谢谢大家，感受到浓浓的爱。接下来我们要进行教会事工报告。我们欢迎第一位到本堂来参加聚会的新朋友，愿上帝祝福。一次欢迎，永远欢迎。下周主日8月31
将由牧恩之家的弟兄来本堂分享，主题是关心成瘾者戒除事工，请弟兄姐妹预备心，为机构事工代祷及奉献。第3点，我们将由我们本堂最幽默、最帅气的周雄老师为我们来分享一下成人主学。我们欢迎周雄老师。各位弟兄姐妹平安啊！很高兴哦，今天又能够有机会在这边呢，跟大家来介绍一下我们这个学期呢有个很特别的地方，也是我们教会有史以来呢开出最多班的时候。我们不只是有成人主日学的班，我们也有教会传道特别为大家开的班。那我现在来稍微介绍一下，因为我只有3分钟的时间。OK， 好。我们有第1班呢，是约翰福音导读。我们非常高兴，非常感恩，因为林基博老师呢，他在这么高龄的时候，还愿意呢，在他所有的体能里面啊，他挤出来啊，为着大家呢，在这个时候预备约翰福音导读。我们真的是谢谢他。OK， 然后再来呢，就是路加福音，那是我们邵文的校长呢，陈主的校长，还有慧玲老师，还有魏翔老师呢。他要为我们继续把上个学期还没有讲完的，这个学期继续把它讲完。然后再来一个呢，是我们贺道鼎跟王汝君姐妹呢，她要为着我们呢来开个2约之间。我们知道旧约跟新约当中有个很大的间隙嘛，到底这里面发生了什么事情？难道上帝就消失的吗？绝对不是这个样子的。那到底是怎么样？我们就可以透过这个课程来了解。然后再来一个呢，是我们的基要真理，那将是我跟怀宇老师呢，我们会一起呢来这边跟大家。那假设你是刚到我们教会，或者是你对我们的信仰不太了解，为什么我一定就要信耶稣？为什么当个基督徒就一定要怎么样？到底是怎么样一回事？你可以来参加我们这一班 ，OK。然后还有一个呢，我们一直以来都是博后好评的 ，OK， 好评就是怎么样？诗歌欣赏跟练唱。OK， 那我们这个学期又要重新开始，我们会在副堂请大家呢，你要是不晓得哪一班要去哪里，然后你要回家的路上经过1楼的时候呢，你可以顺便进去一下 ，OK， 好，那我们在这边好好欣赏神为我们提供这么多美好的音乐，然后我们的传道呢也要带领我们大家来一班叫做圣经中览，到底这整本的圣经是什么？并不是只有这2个字 ，OK， 圣经是有很多个章节的，到底这里面在讲什么？我们对神的认识，我们要更加的认识他，我们才能够做得更对。我们到底要怎么样爱？因为神就是爱啊，但是我们应当怎么样爱？我们从这边来学习。我们就像刚刚德祥鼓励大家的，我们真的是还有牧师鼓励大家的，我们大家呢要在这边爱多一点点。那么这个爱就是我们时间的投入，以及我们知识的增加。我们但愿每个人呢，能够借着晨主的课程，还有教会的课程，能够让我们在这个荣光堂能够茁壮，能够长大，能够让我们的生命呢更加的精进。好，我就报告到此，谢谢大家。谢谢周雄老师，我相信很多人都对信仰充满疑问，欢迎大家参加，大家的问题都可以在这里得到解答。接下来我们继续报告，第4点就是我们刚刚牧师一直在这个已经做宣传了，这个如果要进行这个探访关怀研习的，等一下请大家留步，就直接就在主堂这边留步，我们会由牧师来这边来进行课程的训练。再来第5点，制服艺人已经开始进行报名，欢迎弟兄姐妹来广传这个好讯息，让更多人能够来教会参加这个制服艺人的这个班。再来第6点是这个也是刚刚有讲过，这个圣经纵览的课程在9月份每周6上午10点，由我们潘传道来带领大家来一起进行圣经纵览的课程。好，第7点的话是卫理神学院在新学期将进行这个基督徒的
传讲艺术开始受理报名，那是由蔡慧秋老师进行授课，上课时间是9月19号每周五晚上7点到9点。那详情在布告栏，请大家来看哈。那再来是第8点，总会的教育委员会在这个10月11号星期六举办的这个儿童事工桌游轻松玩，请已经有这个我们会完全补助。那时间是9点半到12点半，备有午餐。那请大家可以进行报名，到9月30号截止。好，那请大家参加。再来第9点，我们持续为教会的复兴守望祷告，欢迎大家来参加星期4晚上的查经祷告会，7点半的查经祷告会。第10点，我们的教堂我们本堂60周年的纪念袋开放认购哦。那原始因为我们是为了凤山卫理堂进行奉献，所以我们原定的价格是500元一个。那目前的话，我们是用200块钱，每一个的价钱是200元。那如果有需要的话，可以跟办公室认购。那另外就是说，我们还有教会的纪念刊物也可以进行这个订购。我们这次我们有很多的文章刊登，但是我们目前还没有印出来。那如果你觉得想要这个我们电子刊物可能看起来不是很习惯，想要纸本刊物的，那可以到布告栏一样可以去这个登记，那我们会一起来进行印刷。好，那接下来第11点就是财务部门这边有一些事项，请大家在奉献的时候使用真实姓名，这样教会的奉献才能够登记完整哈。那如果你没有登记的话，我们没有办法把这一个奉献变成开立收据，所以详情就如上所述，请大家参阅。好，接下来具体消息，我们持续为身体软弱的弟兄姐妹祷告，也持续请大家就是台风季节就是台风这已经放了第三个台风假，然后接下来还有一些台风陆续的接近台湾，请大家注意出入的这个安全。好，我们持续为这些祷告。好，以上，请牧师做一些的再做一些补充哈。那因为本来有给大家就是台风季的时候，如果是停班停课，本来为了是希望大家能够就是安全的考量啊。那但是后来有弟兄姐妹说，我们希望礼拜天我们还是一样维持可以有礼拜的状况。好，所以跟弟兄姐妹宣布一下，就是假如在政府发布这个台风警报的时候，如果是停班停课的话，原则上我们的这个教会不会停止聚会，那但是我们会缩小版，就是在做礼拜的时候，我们都会在1楼的地方就是我们会在1楼的地方会有做礼拜，台语堂跟华语堂就会就是说在这个楼下的地方所以我们的大堂就是暂停就不开放，然后我们就是在1楼的地方。那可能也有同工会说那我是服侍的人，那我没有办法来怎么办？那我们就是例如说如果没有司琴或者是没有诗班的时候，我们大概就是用清唱的方式，我们一样可以来敬拜上帝所以我们在台风天的时候，我们没有休息考量可以来的弟兄姐妹就自行来参与。那如果你觉得我没有办法也不要勉强也不要因为这样的缘故就觉得好像是不是没有信心我们有信心，但是我们要在安全的环境下来进行这样的一个礼拜跟崇拜。好，那另外请弟兄姐妹也知道这个第11项，我补充第11项，我们除了希望弟兄姐妹在奉献的时候用真名以外请你在上面你的奉献袋上面不要写那个
Alice 啊，William 啊，那个什么一些英文名字，因为我们无法找到你的真实的名字，没有办法帮你开立那个奉献收据。那另外就是有爱心的奉献，当然知道弟兄姐妹有很多人有爱心，为传道人奉献，为宣教士奉献，或是为个人奉献的。那请弟兄姐妹就是注意我们的这个奉献的话，原则上我们不会入教会的账。我们是直接转给那个当事人，所以请弟兄姐妹，如果你有为牧者爱心的奉献，或是为传道人、为宣教士，或是为个人的爱心的奉献，那么直接交给个人即可。那或者是请办公室转交，但是我们不会入在教会的账啊，所以请大家能够来知道这样的一个事情，这个是在我们的会计做账上面有这样的一个规定啊，所以请弟兄姐妹来知道，因为这个也避免有人会认为说我们会有洗钱的问题哈，这个部分，所以请弟兄姐妹我们就是要注意哈，就是不是没有奉献。我们知道你有奉献，为某一个人奉献，但是个人的就归个人的部分啊。好，那另外请弟兄姐妹也关心在教会里面我们的这些的事工，包括我们的这个桌游营啊，我们的总会办的这个桌游营。即使你不是主日学老师也没有关系。你说我如果要来学习怎么样小组里面带，或者是我自己在家里面学习怎么带都可以啊，因为我们的教育部长在这边啊，他愿意帮助我们弟兄姐妹有很好的学习。所以如果假设你有愿意学习这个桌游的话，欢迎能够尽快来报名啊，因为现在大家都希望那个脑筋可以多动一下，因为这个免得这个年纪大了，或者是其实现在不一定年纪大有时候可能会就是会常常忘东忘西的，让我们多活用我们的头脑，能够来学习新的事物也学习游戏。我们教会里面有那个礼拜一跟礼拜五都有社区班。有富国里社区，他们在这边，他们也是玩桌游所以千万不要以为这个是只有哪些人可以玩，我们都可以来参与的，所以欢迎邀请我们的弟兄姐妹多来报名参加。然后我们的这个神学院的课程，我们的这个基督徒的传讲艺术只剩下2个名额了所以请大家尽快的来完成报名要不然的话时间可能就很快就过去了或者是可能被抢到名额了，只有10个人所以限量是残酷的，要请大家赶快来报名以上，谢谢。谢谢牧师补充。接下来会有请起立，我们来唱3一颂。我们退场之后马上就会上课了所以弟兄姐妹如果可以留下来，我们就一起来研讨我们怎么样来做关怀跟探访，让我们一起来领受祝福。慈悲爱我们的天父，感谢你让我们有机会参与教会里的侍奉跟关心人的事工，带领我们，让我们能够更多有爱心，更多有耐心，更多有关心在我们的里面，让我们能够付出爱，就像你爱我们一样。愿你施恩来看顾，愿我主耶稣基督的恩惠、天父上帝的慈爱、圣灵的感动与交通，常与我们众人同在，从今时直到永永远远。阿们。阿们颂。会众请坐，殿乐。
在订阅中，请为今天的肢体消息及教会事工代祷。若有在病痛中、忧伤中的弟兄姐妹，欢迎来电，牧师会为你祷告。我们马上要来上研习课了，请我们陆续往前就坐啊。